大家好，歡迎收睇家國530。今日係7月17號嘅星期五。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晏晝3點38分宣布，因為加拿大發生山火，所以美國要收加拿大山火稅，作為加拿大山火對美國影響嘅補償。佢仲話加拿大嘅山火係故意嘅疏忽。乜嘢叫做趁火打劫？呢個就係活生生嘅例子。對於美國共和黨有一啲議員話加拿大嘅山火影響到美國，威脅要喺國會裏邊提出法案對加拿大實施制裁。安省省長福特就話：咁你哋美國唔好唔記得喎，舊年加州山火同埋2024年佐治亞州受到颶風吹襲。加拿大冇説3道4，而係派人去當地支援救災嘅噃。嗱，乜嘢叫做忘恩負義？呢個咪又係另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咯。安省山火而家繼續失控緊，因為今朝早個風向唔同咗，所以大家今日睇到嘅比較好嘅天色，同埋呼吸到污染程度較細嘅空氣。不過氣象局預測今晚風向會轉，情況又會變翻惡劣，而且成個週末都可能會受到呢樣嘢嘅影響。呢個週末多倫多嘅拉丁文化節會繼續舉行，不過參加嘅人你哋可能會見到好多嘅唔同類型嘅警察。不過大家唔使驚，警察係喺度維持秩序，唔希望再發生好似上個禮拜六咁嘅槍擊案。溫哥華嗰邊喺錦鹿同埋海天公路一帶嘅油站，唔知點解咁多年嚟佢哋嘅油價都係比其他地區貴嘅喎。對於呢種怪現象，公用事業委員會而家話開始要查喎。我哋希望唔只係查出結果，而且應該係要撥亂反正先啱。多倫多今日天氣同空氣嘅特色係朝早好，夜晚差，而空氣質素差嘅情況可能會延續到週末。加拿大環境部提醒，多倫多市今朝早嘅空氣質素略為改善，但只係俾大家短暫唞一唞氣。今晚開始煙霧又再殺到。今朝多倫多市再次成為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嘅城市之一，今次係排第4位。雖然上晝空氣質素略為改善，但專家提醒，睇落好天唔代表空氣安全，因為空氣裡面仍然充滿大量肉眼睇唔到嘅 PM2.5 微粒，吸入之後可能令你眼痛、喉嚨痛、咳嗽同頭痛。氣象專家表示，今日下晝風向短暫改變，所以大家可能會見到藍天多返少少，但呢個只係假象，因為今晚風向會再次改變。山火煙霧又會再吹返入大多倫多地區，空氣質素再度急跌。如果你計劃今個週末有 BBQ、跑步、踩單車或者係帶小朋友去公園，最好喺出發之前先睇清楚最新空氣質素指數。如果吸入過量嘅煙霧，隨時比炎熱天氣更加傷身。加拿大環境部就呼籲，如果可以嘅話，都盡量取消戶外運動同活動。真係要出街就最好戴上 N95 口罩，減少吸入山火煙霧。受到煙霧影響，多倫多市政府已經連續第2日關閉戶外泳池，部分戶外康樂活動亦取消或者係改到室內進行。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可以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都可以上門洽談。電話查詢647-533-3888或者416-495-6888，或者上 Google 搜索多倫多長城拍賣行。多倫多長城拍賣行嘅2026年7月重要中國藝術品拍賣會將於多倫多時間7月23號同埋24號晚上7點鐘開始，預展時間係7月20號去到22號，由上晝10點半去到下晝6點，歡迎大家參觀同埋競拍。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下晝3點半話，加拿大嘅山火搞到美國空氣受污染同埋有所損失，加拿大呢啲疏忽係故意嘅。所以美國嘅損失要加落去加拿大輸美國嘅關稅上邊補翻條數。
發生山火都係加稅嘅理由，特朗普都可以話係趁火打劫兼點石成金。第二時，如果加拿大有烏蠅飛過美國嗰邊，可能都要加稅㗎。特朗普話：我哋認為加拿大冇妥善維護好森林同埋灌木叢林，美國而家受到呢啲污糟、污染同埋唔健康嘅空氣不必要咁樣入侵，空氣質素之惡劣係危險嘅，完全唔可以接受嘅。今日遲啲我會打電話俾卡尼，我要知道下佢究竟為咗呢樣嘢佢做過啲乜。而家嘅損失係冇辦法估計㗎。加拿大明知拒絕參加基本嘅森林管理同埋碎片清除就會有咁嘅結果，但係佢哋偏偏就係拒絕參加。呢個係故意嘅疏忽，年年都發生一次，令到美國唔見咗幾十億美金，並且造成咗呢種污染。呢啲損失同埋成本必須要新加入去加拿大目前支付嘅關稅裏邊。安省省長福特呢幾日既要面對眼前燒到冚冚聲嘅山火，跟住省議會就後欄起火，仲有就係隔離美國嗰啲議員就同佢煽風點火，真係內憂外患一頭煙。安省北部山火越燒越嚴重，而家接近200宗山火同時燃燒緊，多個社區都要緊急撤離。直至到目前，安省北部已經有10個社區完成或者正係進行撤離，另外仲有4個社區準備隨時撤離。福特今日公布最新嘅數字，顯示今年山火燒毀嘅土地已經超過咗舊年全年嘅總和。而家全省有接近190宗山火同時燃燒，其中81宗完全失控，而且火勢不斷擴大。省政府已經出動咗超過150支消防隊，再加埋80幾架投水機同埋直升機，正喺度全力撲救。但係火勢仍然非常猛烈，部分原住民社區嘅領袖更加批評省政府支援不足，話有社區要靠自己撤離，根本等唔切政府救援。其中早前成個被燒毀嘅科林斯第一民族就話，居民幾乎要靠自己坐艇逃生。省府天然資源廳解釋就係話，大火起火嘅位置距離社區太近，火勢蔓延速度太快，所以消防人員唔能夠及時趕到。而新民主黨、自由黨同埋綠黨就喺省議會鋤福特，話舊年省議會喺山火處理上邊都用咗2億7千幾萬，但係今年只係預留咗1億5千萬嘅山火預算。佢哋質疑福特喺度削減緊救火資源。福特就反駁話，呢個講法根本就唔係事實。佢嘅解釋係1億5千萬只係基本預算，每年遇到大型山火，省政府都要按需要追加撥款，最終嘅開支一定係高過預期嘅。福特更加直斥反對黨，佢話你哋喺危機嘅時候仲喺度散播錯誤資訊，除咗同山火搏鬥，同反對黨駁火，福特更加要向美國政客開火。美國有眾議院議員話，因為山火煙霧吹到去美國，所以喺美國要提出法案制裁加拿大。而另一名共和黨嘅眾議院議員亦都更加向加拿大發出所謂嘅最後警告，要求加拿大做好森林管理。對於呢樣嘢，福特喺佢今日嘅記者會上面就毫不客氣咁講，如果美國政客真係關心山火嘅，與其你淨係識投訴，不如派人嚟幫下手啦。福特提到，美國加州舊年山火，2024年喬治亞州遇到颶風，加拿大都曾經派人協助救災。今次加拿大有難，美國如果真係朋友嘅話，就應該互相幫助，而唔係隔住邊境互相指責。福特省長，呢啲咪叫做忘恩負義咯？你知唔知啊？生產品做手信，咁就要去港利行啦。佢哋唔只有優惠，花旗參係100%安省種植，有滋補養顏嘅燕窩盞同海參，店內仲設有韓國正官莊高麗人參專櫃及有受香港惠元堂養生系列，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坊門店選購噶。港利行連續13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而家更有網上服務，喺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養生健康，首選港利行。
加拿大同美國貿易談判仍然未取得突破。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琴日仲好沙塵咁話，加拿大取消數碼服務稅同調整網上串流法嘅相關措施，並唔代表美方會因為咁樣而作出讓步，因為加拿大只係糾正翻自己原本錯誤嘅政策。大家都記得今年6月底，加拿大總理卡尼突然間宣布取消數碼服務稅，希望重新啟動加美貿易談判。因為如果當時繼續徵稅，包括 Google、Meta 等科技巨頭就要開始交稅。加拿大原本希望釋出善意，換取美國恢復談判。不過格里爾琴日就表示，到而家為止，加美談判根本就冇乜進展，仲話唔好以為取消數碼服務稅，美國就會感激。加拿大只係撥亂反正，並唔算向美國作出新讓步。格里爾話自己每個禮拜都有同加拿大官員聯絡，亦提出唔少方案，但係加拿大方面始終未有重大回應。而另外一邊，美國已經正式同墨西哥展開貿易合作嘅續約談判，但係加拿大仲喺度原地踏步。至於一直困擾加拿大嘅鋼鐵、鋁材、汽車關稅，美方亦都完全冇表示會撤銷。不過美國官員最後都留返一句比較正面嘅説話。格里爾話：只要特朗普同卡尼兩個領導人能夠傾得掂嘅話，官員就自然可以完成協議。睇嚟美國喺呢個問題上，而家想做嘅就係話：卡尼，你嚟求我啊！安省旅遊文化及博彩廳廳長趙成芬被揭發用公帑住酒店，方便自己去省議會開會。雖然佢話咗會自己揞荷包填翻筆數，但係仍未能足以平息事件。今日佢正式辭去廳長職位，仲立即得到省長福特接受，即日生效。住喺北約克 Willowdale 嘅趙成芬，距離上班地點省議會其實唔算遠，但係點解都要住酒店？佢就解釋，因為議會有時開會開到好夜，加上屋企有細路，所以佢選擇留喺市中心過夜。由2023年至到而家為止，就係因為咁而用咗納稅人16,000蚊喺多倫多住酒店。佢承認自己做錯㗎。佢嘅辭職信裡面話：我揀咗一個對自己比較方便嘅做法，但係就冇諗過我選區裏面一個打2份工嘅市民會點樣睇呢件事。佢仲表示已經將所有酒店開支全數退還。安省省長福特琴日已經公開表示，呢啲報銷嘅做法完全唔能夠接受。趙成芬辭職之後，其他廳長將會暫時接手佢嘅職務。但係事件未完㗎，原來咁做嘅唔止趙成芬呢一個廳長。根據公開記錄，另外最少3名住喺大多倫多地區嘅保守黨省議員同樣報銷多倫多酒店住宿，其中有人報銷超過27,000蚊，亦都有人接近2萬蚊。福特已經要求所有人全數退還每一分公帑。至於會唔會再有人因此落台，目前省府未有交代。但係呢場酒店報銷風波，相信短時間內仍然會繼續發酵。能夠未雨綢繆，而家就可以自己選定將來嘅喪禮同福地，實在係人生無憾，福蔭後人，仲可以避免過度消費。Sandy 余例常係一位經驗豐富嘅殯儀顧問，任職 Dignity Memorial 多年，口碑卓越，可以為你策劃一切，預覽科士蘭紀念園同海景墓園嘅福地同龕位。Sandy 余例常嘅電話係604-889-9468。上個星期，Salsa 街頭節發生槍擊案，多倫多警方今日回應指，今個週末所有大型節慶，當局都會增派人手到場巡邏，除有徒步警員，仲會有單車警員同埋社區警務隊，全程在現場維持秩序。警方話佢哋早已經同主辦單位及市政府開會，做好部署，希望市民可以安心參加活動。上星期6晚，Salsa on St. Clair 街頭節突然爆發槍戰，造成2死5傷。事件之後，有附近居民批評活動保安不足，甚至有人要求以後唔好再辦 Salsa 街頭節。不過，多倫多市長酒志偉就話唔可以因為幾個罪犯就令多倫多放棄多年的街頭節文化。警方亦承認理解市民仍然擔心安全問題，但佢都強調多倫多每年夏天都有好多大型節日，絕大部分都安全舉行，冇發生暴力事件。
今個週末包括 Beaches Jazz Festival、Beyond Blower 同 Brazil Fest 都會照常舉行。警方希望市民繼續支持本地商戶，享受夏日活動，同時亦承諾會加強巡邏，保障大家安全。經過上星期嘅槍擊案，相信今個週末大家最容易見到嘅，除咗表演者之外，就係巡邏警員。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仲要撳埋側邊個小叮當，我哋一出新片，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約克區列治文山市喺呢個月7號發生綁架案，一個男人喺當日突然間失蹤，冇返到去萬錦市位於 Denison 夾 Woodbine 嘅公司上班。警方調查之後發現，事主唔係失蹤咁簡單，而係俾人綁架。由於案情嚴重，事件交由約克區警方兇案調查組接手。2日之後，警方成功揾返受害人，確認佢安全獲救，不過就冇透露到佢喺事件之中有冇受傷。同一日，警方拉咗39歲多倫多市男子，姓名譯音周海東，控告佢持槍綁架同非法禁錮等罪名，但案件仲未完。警方話仲有第2名疑犯仍然在逃。44歲多倫多市男子，姓名譯音范建偉，涉嫌串謀犯案，目前警方一直未能將佢拘捕。約克區警方已經公開佢嘅照片，希望市民提供線索。警方亦都呼籲范建偉盡快聯絡律師，主動向警方自首。而警方更加提醒，如果有人明知疑犯被通緝，仍然協助佢匿埋或者逃避追捕，同樣有可能觸犯刑事罪行。警方又指，如果大家見到涉案疑犯，千祈唔好自行接觸或者係攔截，而係應該立即聯絡約克區警方，或者透過滅罪熱線匿名提供資料。唔同城市或者地區汽油價格都會有差異，有時相差十分大。呢個問題引起卑斯公用事業委員會關注，對大溫通往威士拿嘅海天公路沿線以及 Kamloops 嘅油價進行調查。呢兩個地區嘅居民長期以嚟一直投訴油價高於鄰近地區。公用事業委員會表示，對海天公路沿線地區嘅調查將會審查該地區係咪同溫哥華整體市場形成差異，以及呢種差異對油價可能產生嘅影響。對 Kamloops 嘅調查將重點關注該市汽油價格高於周邊其他地區，點解 Kamloops 嘅油價通常高於 Kelowna、Vernon 同埋 Merritt 等其他周邊市場。委員會表示，佢哋將會要求當地嘅油站同埋燃油分銷商提供詳細數據，包括燃油銷售同利潤率、汽油同柴油價格嘅制定方式。Kamloops 市議員卡普克對呢項消息表示歡迎，希望調查最終能夠解答居民多年嚟嘅投訴。佢指出 Kamloops 係重要嘅燃料配送中心，供應充足，運輸成本低，但係當地油價偏高，實在係難以解釋。加拿大可負擔能源協會嘅麥克蒂格表示，油價可能受到當地因素嘅影響，例如所有從 Kamloops 油庫進貨嘅零售商通常支付相同嘅批發價，但都要考慮地區差異，例如市政稅、油站嘅電力成本、員工薪資、營運成本、按揭貸款等等。麥克蒂格表示 ，Kamloops 以外嘅油站可能出於激烈嘅競爭而將油價定喺成本以下。油站出於各種原因決定打價格戰，佢哋可能得到供應商、煉油商或者所謂嘅批發商支持，能夠以低於成本嘅價格出售汽油。麥克蒂格補充說，由於全球因素嘅影響，批發汽油價格已經開始上漲，司機不應指望價格好快會下降。佢預測週末汽油零售價將再上漲每公升4至5仙。由於全球石油供應趨於緊張，同埋原油價格上漲，到8月初價格還將會再上漲10至15仙。溫哥華東區一日內發生2宗分散注意力盜竊案，其中一案88歲老婦失去咗全家之寶，警方懷疑2案都係同一匪徒所為。警方發出監控視頻提醒民眾及尋求線索。星期二下午喺 Cuslow 街及喜事定東街附近，一名老婦企喺自己屋企門口售賣泊車位置俾去 PN2 嘅人。警方發佈嘅視頻顯示，一架深色車駛過老婦，但倒後回到老婦身旁，後座一個女人與老婦交談，擺出尋求協助嘅姿態，又伸手將老婦拉緊車身扮親切。個女人趁機以假首飾調包，將老婦頸上佩戴嘅2條金頸鏈解下，其中一條含有翡翠。得手後，該車輛逃離現場。
警方調查顯示，騙徒嘅車輛由一名男子駕駛，主動搭訕嘅女騙徒當時身穿白色 T 恤，案發時後座還載有2名兒童。就喺同日中午約12點半，一名76歲老婦喺東11街與維多利亞大道附近等候家人時，同樣落入此類陷阱。當時一名陌生女子趨前搭訕，表示老婦容貌好似自己嘅母親，隨後熱情擁抱老婦，並聲稱當日係佢母親嘅生日。老婦其後身上金頸鏈被換成假貨。溫哥華市警局發言人指出，警方認為此案與同日溫哥華另一宗分心盜竊案係同一匪徒所為，因為兩案都人車描述相似。警方呼籲案發前後曾目擊盜竊過程或嫌疑人嘅民眾出面提供線索。一名鐵騎士日前喺素里市嘅1號公路駕電單車高速喺車陣中左穿右插，過程遭後面車輛嘅行車記錄器全程拍低，向公路巡警檢舉。鐵騎士其後被罰款超過1700蚊。卑斯公路巡邏隊表示，違規事件發生係本月3號，當時舉報嘅行車記錄儀喺1號公路靠近第176街拍低關鍵影片。視頻所見，無論係電單車嘅外觀、鐵騎士身形或係車牌號碼，皆清晰可見。警方可以係4日後順利循線索找到呢名23歲鐵騎士，並開出罰單。公路巡邏隊發言人指出，只要檢舉影片畫面夠清晰，目擊者又願意出庭作證，警方就會對呢類目無法紀嘅嚴重交通違規追查到底。發言人又話，影片中極端車速與危險駕駛行為，隨時都可能令鐵騎士當場喪命。呢名鐵騎士最終共接獲高1769元罰單。違規項目包括罔顧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超速高達每小時60公里以上、5次危險切換行車線、4次轉線未打方向燈，以及拒絕提供個人資料。多倫多地區明日油價下跌1仙，每公升172.9仙；而溫哥華地區明日油價維持不變，每公升204.9仙。多倫多明日最高氣溫有27度，體感有38度；晚間最低氣溫15度，體感有14度。環境部仍然發出橙色空氣質素警告，當局呼籲市民應有限度嘅戶外活動。而溫哥華明日最高氣溫攝氏22度，體感溫度有25度；晚上最低氣溫有14度，體感溫度有14度。如果喜歡我哋嘅頻道，請訂閱、讚好及留言，多謝支持。